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振兴三倍券，昨开放注文甲白卡，各县市政府嘛拢推出着优待，像台北市民，这个三倍券会当来绑敬老卡，或者是爱心卡，只要用这个卡开满3000块，8天后就会收到政府的简讯，就会当到超商，会阁甲你欠3000块入去内底。 遮尔啊好康，所以有真侪长辈一透早就到公所，请公所的人员帮忙来绑卡片。也毋过阿公阿嬷也是认定讲，安尼种麻烦的，因讲伊想袂晓，啥买直接发现金咧。 透早9点外，大安区公所的大礼堂，足侪阿公阿嬷排队要办3倍券、绑敬老卡，每一个人意见无啥共款。 实在是太麻烦了，要自己先花3000块，那个消费完才可以再领3倍券，最好只领现金。现在悠游卡很多地方都可以用，我是家庭主妇，什么都可以用。日用品买啥物，阿嬷其实嘛也袂想咧。3倍券台北市政府加码，只要摕敬老卡，还是讲爱心卡，先累积消费满3000，就当摕卡到超商回存政府回归的2000，啊，还有台北市政府补助的1000，就是讲。 开3000，会当搁摕回3000，就是惊阿公阿嬷袂晓操作。大安区公所安排10位工作人员伫边仔协助。对7月初1到今日透早10点半，有400多人登录。除了区公所会当帮忙办，里办公处逐工下晡2点到4点，买当帮忙处理。但是里长讲，足侪老大人感觉足麻烦的。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悠游卡的概念。那悠游卡也就是小额消费，那他们就一直以为我一次性可以消费3000，那其实不是，它是一次性只能1000块1000块的。 小额消费这样子，政策打开始呢，想要振兴经济，但是无想到讲3倍券还未开着，台北就开始有民怨啦。